歡迎收睇一節天氣報告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性頗高。現時溫19.4度，相對濕度66%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。本港方面，下午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曾下降至60%以下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明早最低氣溫約18度，日間部分時間陽光及溫暖，最高氣溫約23度，吹和緩東風，初時離岸風勢清勁。展望隨後2-3日部分時間陽光，日間溫暖。本周中後期天氣潮濕及沿岸有霧。隨住現時影響廣東沿岸嘅偏東氣流逐漸緩和，未來1-2日該區氣溫回升，部分時間陽光。受海洋氣流影響，本周中期沿岸地區溫暖潮濕及有霧，而一道雲帶會喺本周後期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。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星期六抵達華南。下周初該區天氣轉涼，天色好轉，日間乾燥。今節嘅天氣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